各位同學，咁而家咧想同大家講下咧關於偽息 interest，OK 呢一個課題。咁譬如話，而家講個例子先啦。譬如話，我同你講我而家咧就應承咧會俾1000蚊你，OK，我俾1000蚊你。咁有兩個選擇 ，A 呢個選擇咧就係我而家即刻俾1000蚊你。B 呢個選擇咧就係我1年之後咧俾1000蚊你。OK， 作為你各位同學，你覺得你應該揀 A 抑或揀 B 呢？咁樣 A 就即刻俾 ，OK，B 就1年之後俾。咁我諗大部分人咧都會話，咁梗係揀 A 啦，係咪？梗係即刻俾好啊。咁點解唔揀 B 啊？我諗可能好多人都有諗話，揀 B 有幾個問題係咪？第一，可能有通脹係咪 ？Inflation。咁如果真係有通脹嘅話，咁1年之後嘅1000蚊咧嘅購買力個 purchasing power 咧會少咗噶嘛？咁所以揀而家呢1000蚊咪着數啲咯。呢個原因係合理嘅嚇。咁又或者有啲同學話，第二個原因，阿 Sir 我點知你俾唔俾我嘅1年之後？係咪先？咁如果你唔俾我嘅話，咁我咪冇咗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風險嘅問題啊喎。OK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可能基於以上呢兩個原因咧，大部分嘅同學咧都話，咁不如揀 A 啦，係嘛？而家即刻俾你。但係各位同學，如果我同你講，今年我哋咧預期係冇通脹嘅 ，OK？ 同你講啦，一定冇啊 ，OK？ 一定冇通脹。我亦都應承你咧，我一定會俾你嘅 ，OK？ 我唔會呃你嘅。咁你會揀 A 定揀 B 咧？咁原來咧喺經濟學入邊話俾你聽咧。你都係會揀 A 嘅喎 ，OK？ 又係咁講，經濟學亦都假設咗人咧都係會揀 A 嘅喎。咁嗰個定義係咩咧？咁樣佢話咧，原來對貸方嚟講 ，OK， 即係借錢俾人嗰個嚟講咧，利息咧係延遲消費、延遲當時消費嘅補償。OK， 你借錢俾我，點解你要收息啊？因為你而家借咗俾我之後，你冇得用住咯。所以你咪要收翻啲息咯 ，OK？ 對借錢嗰人嚟講咧，點解肯俾利息嘅？我肯俾係因為我提前咗消費，所以咧對於借錢嗰人嚟講咧，利息咧就係提前消費咧嘅成本嚟㗎，得唔得？咁如果用翻頭先嘅例子去講嘅話咧，即係話我唔理有冇通脹，亦都唔需要你話你會唔會呃我啲嘢。原來經濟有一個假設咧，就係假設咗咩咧？假設咗人咧係中意而家即係當時嘅消費咧，就多於將來嘅消費嘅，得唔得？咁呢樣嘢唔使拗嘅，係一個假設嚟 ，OK？ 我就係假設咗人就係咁啦，得唔得？我就係假設咗人咧係中意當時消費 ，OK？Person consumption 多過將來嘅消費 ，future consumption，OK？ 咁呢樣嘢咧就唔需要爭拗啊。總言之，假設就係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睇到而家呢一張紙上面咧就寫咗一樣嘢 ，OK？ 就係個名義利率 nominal interest rate 就係等於個實質利率 real interest rate 去加個預期通脹率 expected inflation rate，OK？ 咁即係話咩咧？如果我哋咁樣假設嘅話咧，即係話人咧，我哋已經假設咗有一樣嘢肯定嘅 ，OK？real interest rate 又或者個實質利率咧係必定大過0。OK， 基於我哋頭先嘅假設，人係中意現在消費多過將來消費，所以實質利率咧係必然大過0嘅。OK， 好嗱，咁我哋咧就睇一睇一條題目咧，睇下究竟即係會個問法啊，或者大概點樣樣啦嚇。好嗱，咁大家會見到嘅題目咧就係咁樣樣啦。佢就係以下4樣嘢 ，OK，A、B、C、D。邊樣嘢關於利息咧嘅描述咧係正確嘅？第一嗰個名義利率必然大於實質利率 ，OK？ 個 nominal interest rate must be larger than real interest rate，OK？ 咁呢個啱唔啱咧？咁樣咁大家可以睇到啦。呢一條公式咧已經擺咗喺度，係咪？其實咧實質利率咧就一定大過0嘅，但係問題就名義利率係咪一定大過佢啊？咁又唔一定喎。係咪？我假設啦，
實質利率呢，我就假設係1%。OK，咁如果預期係通脹嘅話，咁咪正數咯。如果預期係通縮嘅話，咁咪負數咯。咁如果我預期係通縮喎，嚟緊嘅價格呢，一般嘅物價水平呢，有機會呢係跌4%喎預期。OK，咁咪計到出嚟個 nominal interest rate 個名義利率咪3%咯，係負3%咯。OK，負3%得唔得？負3%。咁換言之，即係個名義利率可以細過個實質利率啦。如果我哋預期係通縮 deflation 嘅話 ，OK， 所以 A 嘅答案咧係唔啱噶。好啦，跟住睇 B 嗰個喎。若果有通縮嘅話咧，利率咧就一定係負嘅咁樣。咁係咪一定咧？咁當然亦都唔一定啦，係咪？咁我哋今次用橙色筆。嗱，呢一個咧係 A 嗰個解法 ，OK， 黑色筆。B 呢一個咧就係橙色筆嘅解法。你如果預期係通縮嘅話，我假設係又係負4%啦。OK， 物價水平會跌4%。咁如果你個實質利率係好大嘅 ，OK， 係9%嚟嘅，得唔得？咁你嘅名義利率會係5% 啦。OK， 所以咧即係話咩咧？即係話呢個預期係通縮嘅話，亦都唔代表住個名義利率。OK， 個 nominal interest rate 一定係負數㗎，所以 B 咧亦都唔啱㗎。好啦，到 C 啦 ，C 嗰度點樣樣咧？佢就話沒有金錢利息咧就不會存在。OK， 冇錢嘅話咧就一定冇利息啦。咁呢個 C 係啱唔啱咧？當然都係唔啱㗎啦。你點樣去理解咧？就係話，譬如話我今日問你借3支鉛筆 ，OK， 1年之後還翻俾你好冇？我1年之後咧要3支鉛筆加多1支鉛芯還俾你嘅 ，OK， 咁多出嚟嗰支鉛芯咪係個利息咯 ，OK 就係個 interest。所以咧。利息呢一樣嘢咧，就唔一定係有同個貨幣有關嘅 ，OK？ 即使咧係一個以物易物嘅世界 ，OK？ 係一個以物易物嘅世界 ，OK？Barter system 入邊，以物易物嘅世界入邊，仍然咧都可以存在住利息㗎 ，OK？ 好啦 ，D 個答案就係利息咧係推遲現時消費而要獲得嘅補償。咁呢個好明顯係答案啦，係咪？呢個根本就係個定義嚟㗎，得唔得？咁我補充一點啊，可能有啲同學就會話：咁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個實質利率你話可以係1%，又可以係9%，咁係幾時會大，幾時會細咁樣樣？咁呢一樣嘢咧，就我哋喺經濟入邊，我哋只會話一定係大過零 ，OK？ 因為現時嘅消費一定係假設咗係好過將來嘅消費，咁至於個數字係幾多呢？就冇規定啦。咁如果人係越嚟越中意現時消費嘅話，咁咪令到嗰個實質利率越嚟越高咯。OK， 咁所以咧呢一個就冇話一定話係個數字係幾大，總言之咧只會係大過零咁多啫。OK， 係唔多。